星巴克還算是咖啡店嗎？在2011年，星巴克慶祝成立40週年之際，宣布將移除品牌 logo 中嘅 Starbucks Coffee 字樣，僅保留雙美美人魚圖案。霍華舒爾茨 Howard Schultz 表示，此舉旨在為星巴克未來的發展拓展更大的空間。星巴克不僅銷售咖啡，還計劃開拓其他食品，如三明治、蛋糕，甚至茶類飲品等。此外，當時正值全球化浪潮興起，許多國際品牌進入不同國家市場，為了突破語言障礙，紛紛將品牌圖案作為顧客識別的標誌，以減少語言差異對品牌在各地落地生根的阻礙。例如蘋果公司，只要遠遠看到一個被咬了一口的蘋果標誌，消費者便能立即辨識該店販售 iPhone 等產品，且不需看到 Apple 字樣。當然，這一策略的成功源於該品牌本身已具備廣泛的知名度。世界各地的消費者即使不認識品牌名稱，只要看到其標誌和產品，便能了解該公司所售產品，並對其品質充滿信心。刪除 Coffee 字樣能夠避免部分顧客因語言障礙而產生尷尬，減少對品牌的負面影響。這是一項非常聰明的做法。筆者最欣賞的是星巴克刪除品牌 logo 上文字的主要原因，乃是為了品牌尋找更多發展機會。以往星巴克自詡為咖啡店，銷售的當然主要是咖啡類飲品。然而，隨住競爭日益激烈，許多品牌紛紛加入戰局，例如麥當勞的 McCafe、肯德基的 Coffee 等。由於這些傳統快餐店跨界經營，咖啡並非其核心產品，他們能以較低價格搶佔廉價市場，對星巴克構成重大威脅。因此，星巴克決定採取積極拓展的策略，這其實是必須的。企業有時可以選擇主動出擊，也可以選擇坐以待斃，等待被淘汰。而星巴克選擇了前者。在定價方面，星巴克並未因廉價競爭者搶佔市場而妥協。除了定價直接影響公司營業額外，更重要的是，若掀起價格戰，星巴克將面臨極大風險。大家應該明白，像麥當勞這類連鎖餐廳，其主業並非咖啡店，因此咖啡業務的成敗對其整體業務影響有限。相反，對星巴克而言，咖啡業務本身即是其核心。若與競爭對手展開價格戰，弊大於利。相反，星巴克堅持較高價位的定價策略，能讓消費者在消費時產生一種優越感。當我們手持一杯星巴克咖啡與手持一杯麥當勞咖啡時，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品味上的差異。這裏有一點想法，大家有冇想過，我們在咖啡店只要光顧，就能夠在店內無限時間地坐着，不會被店員趕走，也不會感受到他人的催促。經營餐飲業，餐廳不是很重視翻桌率嗎？那麼咖啡店的經營模式豈不是虧大本？當然不是。以星巴克為例，他們標榜成為人們除了工作和家庭之外的第三個家。既然如此，就需要讓客人在分店內舒適地盡情享受。大家不用為星巴克等咖啡店擔心，因為他們產品的成本佔售價的比重很低，大約不到20%。其餘的收入主要用於支付有限的人力成本和場地使用費用。所以我們花40元買一杯咖啡，實際上為這杯咖啡支付的成本或許只有幾元，其他部分是我們為享用咖啡店空間所支付的費用。因此，我們能夠無限時地坐在咖啡店，並非沒有付出。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，星巴克在激烈的咖啡市場競爭中，依然能夠健康發展。大家試想一下，星巴克一杯咖啡賣40元。而其他連鎖快餐店的咖啡可能只賣10元左右。簡單來說，其他連鎖快餐店的咖啡售價扣除咖啡豆成本後，根本賺不了多少錢。如果顧客在店內坐很長時間，很可能會導致這些連鎖快餐店的咖啡店虧損。這就是為什麼這些連鎖快餐店的咖啡店設計不會像星巴克那麼舒適，因為他們內心仍希望客人早早離開，以提高翻桌率。
因此，對星巴克來說，他們不僅僅是在出售一杯咖啡，而是在出售一個舒適的空間，讓人們能夠在裡面放下繁重的工作，好好享受人生，或者讓一些自由工作者能夠在分店裡擁有一個舒適的工作環境。今天，筆者與大家分享星巴克這個品牌的小故事，讓大家明白星巴克絕非普通的咖啡店，無論是在色彩設計、定價策略，還是品牌定位上，都展現出獨特的視覺。這正是星巴克近年在激烈競爭中仍能穩步成長的關鍵因素。